经典时刻，经典就是流行，经典时刻与您分享精彩的每一刻。我是你的 DJ 废品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经典时刻单元。欢迎大家来收看跟收听我们的单元哈。来，今天我们要在经典时刻当中带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带大家来到87到88梅艳芳很厉害的一场演唱会，到现在没有人能够突破梅艳芳在这个演唱会当中的一个记录哦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呢，是在这个市售的 DVD、LD 还有 VCD， 甚至当时的 VHS 录影带当中是完全没有收录到的，就是嘉宾版本。这个是到现场去的好朋友们才有看得到的。这个就是呢，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1987到1988梅艳芳这场光华演唱会当中，跟我们的一位好朋友，他的好朋友一起演唱了这首好听的歌。天友们，你知道吗？如果80年代香港乐团是一座皇宫，那站在台上这两个人就是国王跟皇后啦，就是谭咏麟跟梅艳芳对唱这首好歌。很多人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说，这首歌原来是谭咏麟的歌嘛，叫做《幻影》，是男生独唱，而且呢是《阴阳错》这部电影的主题曲。还记得倪淑君吗？最佳女主角了齁。好，原本呢我们的阿伦他也是男主角，然后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大家就可以感受到他的心情。原本呢，他在唱的时候是一个在那种孤寂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但加入了梅姐呢，低沉极具戏剧的张力的嗓音之后，这首歌仿佛变成了一段呢跨越时空的对话，听起来呢就让人更揪心了，对不对哈？所以昨天我们仔细去听的话，可以听出这样的感觉。今天的经典时刻相当的特别，1987到1988梅艳芳在展光华演唱会当中，跟我们的谭咏麟校长一起合唱这首《幻影阴阳错》的主题曲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经典时刻开始喽！怎去開始解釋這段情？你咁做緊做咩？寫一首關於你的詩，胡言亂語，心思交瘁。仍未帶出合意志，假若可接觸鏡中影像，也許一切可以留得住。紫色的小盒子裏，盡藏到許多影子。你中意點就點啦！燦爛的剪影，代表絲絲愛意，暗裏隨着閃閃光輝，映照得奪目耀眼，幻象似的始終會消失去，那幻影卻一一再現我心底。怎會開始接觸這段情？我不知道不容易。睡夢裏，追憶裏，在尋覓你的影子。你在我的心靈泛起絲絲愛意，你卻無法留住你，幻象似的愛情，始終會消失去，那幻影卻一一再現我心底。
到在我心，還像似的愛情，始終會消失去，那幻影卻一一再現我心底。還像似的愛情埋藏我心深處，叫我每一個晚上也可抱擁着你。你真係我哋香港樂壇上一個不可多得嘅冇咁講，多謝晒你。奇才啊！